我覺得係遇到突發事情入邊，除咗去安排同事去做嘢之外呢，多啲留意下四周嘅環境，防止意外嘅發生嘅。咁喺24年啊嘛，有個婆婆就發現佢喺球場附近徘徊，搭唔到，想去邊喎？咁啊，我哋就帶佢去急症室個警崗啦。咁咪想警察個網睇下有冇失蹤人士嘅資料咯。咁最後揾翻呢個婆婆咯。喺25年呢，就有個小型火警，疏散過程入邊呢，咁啊留意到一位老人家呢緩慢咁樣去緊集合點，恐防佢被推倒啦。咁我決定呢，就孭佢落去離開嘅。喺咁緊急嘅情況之下呢，佢都留意到嗰個病人啊伯伯呢係需要去到協助啊等各方面咧，呢個係唔係咁容易嘅，即係個人一定要係有細心啦，同埋鎮定先做到咯，樂於助人啦，同埋係會關懷別人，好有呢種態度呢，喺呢個醫療機構或者醫院工作呢係尤其重要。